早晨啊，大家！陽光啱啱出嚟，我哋而家打算出嚟食早餐，然後先至攞我哋嘅租車。之後我哋會喺市區嘅超級市場買一啲嘢先，然後先至會入落基山，開始我哋嘅自駕遊。呢度有幾個雕像，好得意啊！好，咁我哋入班夫同埋 Cameron 之前呢，就喺卡加里，咁嚟呢一間超市就買下嘢。呢個大統華喺超市裏面，蛋糕同埋麵包嘅款式非常之多，我哋都揀咗部分買咗放喺車上高。另外，我哋亦都打算買一啲生果，佢嘅款式亦都非常之多樣化。有燒臘喎，好多，但好似好味嘅。啲飯盒、雞包。去完大統華之後，我哋就去咗旁邊呢一間賣日常家居用品嘅店鋪。呢間店鋪嘅規模都相當之大，而我哋嚟呢個店鋪嘅目的，主要係買呢啲防熊噴霧，因為落基山係有熊出沒㗎。呢啲噴霧嘅管理都幾嚴格。佢鎖喺櫃裏面，同埋要求有一個 firearm 嘅 document， 但係唔緊要㗎，你通知銷售人員，佢登記咗你嘅資料之後，就會開呢個櫃銷售俾你㗎。我哋而家就離開卡加里嘅市中心，向住落基山嘅 Canmore 小鎮出發。Canmore 小鎮位於 Bow Valley， 佢係喺落基山脈嘅東側，距離卡加里大約係100公里，車程大約係1小時15分鐘。如果從呢度再去班夫小鎮，大約係25分鐘車程。前邊呢條隧道天橋，大家估下做乜嘢嘅？佢唔係俾人行，亦都唔係俾車行，佢係俾動物行嘅。喺落基山區見有好多呢啲咁嘅隧道天橋，方便動物橫過馬路，咁樣可以保障動物嘅安全。沿途嘅山景越來越壯麗。我哋已經進入咗落基山嘅山區範圍。落基山係北美洲最重要嘅山脈，喺加拿大境內嘅部分大致係沿住阿伯特省同埋卑斯省嘅交界伸延，長約1600公里。而加拿大嘅落基山脈公園喺198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遺產，裏面包括咗相連嘅4個國家公園同埋3個省立公園，面積非常大。咁喺卡加里就揸車入去 Canmore， 咁啊經過嗰度第一次見到湖啦。咁啊大部分人都喺度停低休息下。好，第一個湖啊，好靚。我哋揸車越深入落基山區，越感覺到四周被連綿不斷嘅山脈包圍，山勢越嚟越高，風景亦都越嚟越靚。呢個區一直被認為係明信片級嘅風景區，保存咗冰川冰原、高聳嘅山峰同埋山谷、湖泊瀑布、石灰岩洞等，每年都吸引咗好多旅客嚟呢度㗎。而我哋今次選擇住宿嘅 Canmore 小鎮，係喺1880年代因為鐵路同埋煤礦而發展起嚟。煤礦業喺1979年結束，喺1988年東澳嘅北歐滑雪項目喺呢度舉行，令到小鎮逐漸成為今日嘅戶外運動同埋旅遊小鎮。到啦 Canmore 有牌啦。由於 Canmore 離班夫唔係好遠，但係更加寧靜同埋有小鎮嘅生活感，而且民宿同埋餐廳亦都多，所以近年好多旅客都選擇喺呢度住宿。經過大約個半鐘頭嘅車程，我哋就到咗 Canmore 啦。我哋就 book 咗呢一間旅館，佢係2層高嘅，但係冇電梯。如果你住2樓，就要自己拎行李啦。佢前面有個停車場，但係就先到先得。如果泊滿咗，就要自己想辦法。由於旅館要4點鐘先至有房俾我哋，所以我哋就打算出去行下先。哇！呢個區呢，好多民宿啊，全部都係啲民宿嚟嘅。
咁側邊都係嗰啲山嚟㗎啦，好靚啊呢度，好寧靜啊。咁呢邊啲都係民宿啦，2層高應該，好靚喎，全部都喺度。咁啊，啲車停喺門口喎，咁對面都好多民宿。而藍天之下嘅落基山脈，感覺真係非常之特別啦。從我哋住宿嘅旅館行去 Cameron 嘅主街，大約係15分鐘時間。其他旅客反映 Cameron 嘅主街泊車係比較困難嘅，所以我哋就打算步行過去，沿途欣賞下風景。Cameron 個入口啦，從 Cameron 嘅主街東端進入小鎮，好容易就見到一個被旅客叫做 Big Head 嘅雕像所吸引。雕像係2008年完成，正式嘅名稱係仙魔。仙魔解作大頭或者偉大領袖，藝術家就把呢個名字做成一個真係從地表冒出來嘅巨大人頭，成為小鎮嘅有趣地標。好，我哋嚟到 Cameron 嗰個鎮中心啦，好靚。咁嚟到呢度咧就變咗步行街嘅，咁啊條路封咗，咁啊可以行入嚟嘅，好靚。咁啊太陽有啲猛啊，所以我哋就喺主街揾咗間餐廳飲下下午茶先。Cameron 嘅主街係旅客最集中嘅地方，兩旁都係舊建築物，非常之有特色。而且佈滿咗咖啡廳、餐廳、酒吧、運動用品店同埋小型藝廊。哇，好靚啊！個小鎮後面個山啊！好靚啊！小鎮，咁啲舊屋。咁佢將呢條街咧就變咗步行街嘅，咁啊封咗唔俾車入嘅。好靚！咁行下嚟到呢間啦 ，Rocky Mountain 啊嘅麵包鋪啊，好多人都係嚟呢間買麵包啊。我哋繼續沿住主街直行，向河邊方向去我哋下一個景點 Engine Beach。呢條就係公河啊，喺個 Cameron 嗰段啊。哇，河水好急喎，係咯，流得咁快嘅啲水，係咯，幾快啲水。好少見到啲河嗰啲水咁快喎，流得。條橋啦，好靚，呢邊個山都好靚。咁呢條就嗰條鐵橋啦，以前係火車橋嚟嘅，而家就改咗啦。好靚！好靚！今日有啲涼風啊！靚！好急喎啲水，綠色嘅，好靚。好，我哋行上條橋望一望。咁呢條咧已經成為呢度嘅名勝啊！咁啊，大部分人都會嚟呢度影一影相。而 Cameron 嘅 Engine Beach
原本係1891年配合煤礦運輸而建造嘅木橋，但係之後因為火災損壞咗，其後就擺一座喺1880年製造嘅鋼桁架橋而嚟呢度使用，成為現時橋嘅主要結構。所以大家行呢條橋嗰陣時，會見到兩個名牌，一個就話1891年建造，一個又話1880年建造，有啲混亂，就係呢個原因啦。直到1979年，因為煤礦關閉，舊嘅路軌就改成步道，橋亦都改成供行人同埋單車使用。現時喺橋上漫步，懷舊嘅鋼架橋，配上 Bow River 嘅河景同埋 Three Sisters 嘅山景，自然襯托，係打卡同埋拍照嘅好地方。另外，因為美劇《The Last of Us》曾經喺橋上拍攝，使到呢條橋更加有吸引力。綠色嘅東河啲水喺呢度，係啊，好靚啊！離開咗 Engine Beach 之後，我哋就順住路去 Policeman's Creek Boulevard。Policeman's Creek Boulevard 係 Cameron 一條好出名嘅步道，佢嘅範圍非常之大。我哋首先行咗呢一段先，然後翻轉頭去主街行另一段。而家5點幾呢，就開始太陽收翻啲呢，就好舒服行起上嚟。好靚啊啲水草！哇，呢啲係水草嚟㗎，即係其實望到個底啊，好靚啊，反光。而喺溪邊有一座戶外學習嘅校園同埋遊樂區，建築非常之有特色。佢前邊係一個大草坪，野花盛開，後邊係落基山脈嘅山景，藍天白雲互相襯托，真係好難形容眼前嘅美景啊！而家6點幾啦，不過都仲係好陽光下。時間都差唔多啦，我哋喺行返去主街嘅路途之中，見到呢間餐廳，有人等緊位，而且網上嘅評分都唔錯，我哋就決定喺呢度食我哋嘅晚餐。我哋要求坐喺室外，因為我哋要感受下傍晚嘅陽光啊！咁呢度就係鎮嘅其中一間超市啦 ，Safeway。好靚啊啲雲！食完晚餐之後，我哋就經過主街，去我哋另一個點 Policeman's Creek Boulevard。咁呢度就係另一間超市啦。咁啊，隔離有啲藥房啦。好好天啊！我哋而家去嘅呢一段 Policeman's Creek Boulevard 係位於市中心主街 Big Head 附近，沿河邊沼澤濕地，建有木棧道，俾旅客可以接近景色，但係又唔會直接踩踏破壞濕地生態。而呢條步道嘅名稱來源係昔日溪邊有西北騎警嘅駐地，而騎警嘅哨站就建喺河邊，所以居民就把附近嘅溪流叫做 Policeman Creek， 意思就係警察溪。由於呢條步道平坦易行，沿途都能夠見到溪水、水草、水鳥、松樹同埋山景，係一幅幅美麗嘅風景明信片。好多介紹 Canmore 小鎮嘅網頁同埋小冊子都有呢度嘅相片同埋描述㗎，所以嚟 Canmore 嘅旅客都會嚟呢度行下㗎。天好靚。呢一條就係流經 Canmore 嘅公河，喺夕陽襯托之下非常之靚，好似 poster 咁啊！欣賞完傍晚嘅美景之後，
我哋就沿路返去鎮中心，經過嘅都係一啲舊嘅建築物，非常之靚，非常之有特色啊。Canmore 啦，咁呢條就係個步行街，咁啊封咗嘅。咁而家傍晚啦，咁比起下晝咧爭好遠啦，有啲天氣。而家好涼快啊！哇，好靚啊！後邊啲山。咁呢個就 Canmore 嘅 hotel 啊！而家係9點幾啊！哇，個天仍然好靚好清。而家仲靚過晏晝。係啊！咁但係我哋要返去啦，因為聽日我哋要早起啊！好靚啊！係。我哋從鎮嘅主街步行返酒店，差唔多到酒店嗰陣時，會見到另一個景點，就係 Three Sisters 三姊妹山。佢分別代表 Faith、Hope 同埋 Charity。喺微弱嘅陽光照射之下，金光閃閃，分外迷人。今次我哋喺 Canmore 住宿嘅酒店係喺三姊妹山附近，交通都算方便。一入嚟就係浴室同埋洗手間，佢有2張雙人床，基本嘅設施都係齊全嘅。我哋就住喺地下，望出去嘅係一個山景。